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为了让市民了解台江生态友善环境的营造成果，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邀请加入的市民共同参加。管理处表示，乌面腊杯是台江代表性的鸟类，去年观察的数量再创历史纪录，超过3000只。所以为了让来台湾过冬的野鸟有一个友善的环境，对2020年开始补助愿意配合的渔民每公顷5000块。9号甲34位渔民签署合作，今年扩大到62公顷，期待创造生态甲产业营销双赢的局面。管理处从前年开始就推出所谓友善栖地营造的方式，让渔民在晒平渡冬的时候，能延长晒平的时间至少5天，然后维持到我们冬渡候鸟可以用的20公分到30公分的水位，然后期间也不说下杂鱼。也不用化水肥料，让我们的渡冬的鸟类有比较多的食源可以使用，然后产生我们的产业跟鸟类在我们大潭地区双赢的局面。那这个计划推出来之后，经过非常多渔民的踊跃的支持，到今年为止已经推了3年了。那今年更有32位渔民提供将近100公顷的渔温，在渡冬期间会推出所谓友善栖地营造，让我们的渡冬候鸟可以安心的、安全的来这渡冬。渔民表示，因的配合主要就是将鱼温在拍平时保留20到30公分的水量，至少5天以上，同时无清除温来杂鱼，也无使用化学药剂，让野鸟有安全食食的环境。同时，台江国家公园也举办第1届鱼友联名展，让渔民在工作以外，也翕出一美丽相片。透过镜头，真实呈现渔民辛苦经营生态友善的具体成果。台南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米兰时尚发型为20当前开始导入义诊服务，为早期一档只有数十场的义诊，经过团队多年基辛付出之下，后来每档会当达到上100场义诊，服务破万人次。虽然疫情这2档场数减少，但服务无中断。而米兰时尚发型这4档来，也将11月11日定为集团的义诊活动日。111对米兰时尚发型来说，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出来服务社会需要服务的人的意义。对，除了我们自己可以，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帮助别人以外，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多数的人，他们其实都会想要利用这个时间，然后把自己弄漂亮，因为这个时间是大家会很努力去花费买东西啊，什么加1送1的。那因为我们老板其实他一直以来都觉得我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所以利用这个活动的时间，其实就发挥我们的长才，然后出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次义诊的单位是位在渔港岛的水户一直中心，中心的组长表示，真感谢米兰时尚长期以来持续为囡仔义诊。我们其实长期都是接受米兰时尚发型来我们中心来提供义诊的服务。那我们的对象基本上就是小朋友，0到6岁的小朋友，还有就是18岁以上的成人。那有一些在这边。他们在这边就是逐渐适应，就会剪得还不错。像他们如果平常家长带去外面，有时候就是会大哭大闹，就会很难控制。在这边就是算蛮适应的，所以就很感谢，就是米兰长期就是每年都会2、3个月就会来一次。其实对我们来说，家长也都很习惯有这个服务。然后如果太久没来，都还会来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还要再来这样。所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方便跟福利这样子，很感谢米兰这样子。米兰时尚发型双11义诊服务范围涵盖大台南山海线，包含指定日照中心、北门区的红能家园、七股区的日间照护中心、嘉义区的日照中心、水户一直中心、常态教养院、生态老人长照中心等在个单位，服务将近600位长辈甲囡仔。米兰的设计师更是捐出一个餐费，帮助绿色团体，真正是人美心更美一群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木栅多元艺术空间开幕以来，借着多元艺术的创作，让和民众大开眼界。这回11月5号开始的展览，以先知乍现为主题，邀请6位艺术家用不同媒材创作，提供观众欣赏作品时丰富的想象空间。其中日本籍的水谷甲谢爱华这对夫妻，就将伊生命的经历做成立体雕塑。水谷是利用茶角贴做伙，刻出一座一座日本山形。太太谢爱华则是运用土火干漆这款流传千年的技法，和作品呈现出生命力。就是以前在做活脱干漆来说，它是一个内宇宙的一个意象，就是说好像人的潜意识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里面的那个空的部分是就整件作品里面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它里面的那个空的部分，我们要特别把它做得更漂亮。虽然一般人都看不到，但是就是这个部分是一个就是潜意识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作品里面，最重要是它的外面跟里面都是很好看的地方。会中有建筑背景的艺术家徐唐伟在现场实地创作，用大量的手画画出包含延伸的图案。而除了实体创作，该展览嘛同步整合新世代的数位艺术。艺术家毛毛的动画，就透过无厘头的角色甲浪漫的剧情来描写价值观的扭曲。当然，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拢传达因的内心世界，被传让观众早点好奇来探索。他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世界，不管是透过绘画、雕塑、影像、录像、动画等等。那希望观众自己来看展览的时候，可以真的能够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去阅读它的材料，同时也阅读一下，感觉一下艺术家的身体是怎么在创作的，同时还要有一个保持一个游戏的心态，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的展览是很活泼、很有趣，然后让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进入这个艺术的状态这样子。该展览将于展到明年1月2号，期间冒起办演彩以及超时空魔术师的工作坊，欢迎有兴趣民众到木栅网站查询。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庚采访报道。铁基路比创作体是台南市知名的表演团体，原本在2017年宣布无限期休困，也毋过在今年的台南艺术节，因将正式回归，带来以一个人的方式进行演出的全新作品《转身》。我是朴凯蒂，然后我是我们这出戏的唯一的演员。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性别文化一直在改变。然后因为大家应该还蛮明显看得出来，我不是在台湾出生的。那我从美国来的，然后我来台湾的时候也有一些观察，就是美国性别文化跟台湾性别文化，还有东亚性别文化，我会有一些观察。我的角色的小时候，他是一个男生，在美国长大的男生。我来到台湾之后变女生，所以我其实这个角色他是学会怎么做台湾的女生，不是做美国的女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我们那时候有在考虑要怎么诠释一个人怎么学习怎么做台湾的女生，还蛮好玩的。因这摆嘛带来经典的作品《猛犸象牙》，而且嘛对作品重新改编。电影上设计顶方面嘛有全新的创意。这个作品其实在2020年就开始有第一版的演出，那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已经到3.0，我们一直不断的进化，因为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他每次剧本其实都像是新的一样。对，所以呢，我们从2020的第一版到现在2022的第3版，剧本其实我们在聊的是仿生人，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AI， 就是你家的智能家电，就你叫它，它会回你 Siri Hello， 现在几度，它会告诉你现在的温度，帮我定个闹钟，它就帮你定闹钟，这就是现在最基本的 AI。剧本里面聊的其实就是仿生人跟人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整个戏里头只有一个人类。那这个人类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说这个仿生人在人类的世界里面，他们代表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跟地位？欢迎大家来看戏，我们来聊聊机器人或是科技的
进步，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这摆因的作品将伫咧11月11、12、18、19这4天伫台南文化中心完成强调演出，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往观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或许您曾经听过祝安心想温馨，
也听过5件5听什么处，或是现在的做工行善团，其实指的都是这一群来自台南的基层工会志工伙伴。从102年冬天到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过195户的房屋修缮案。而在市长黄伟哲上任后的短短3年多时间，便已经完成了114户，让越来越多弱势民众能够住在可遮风避雨，当然也充满温暖的家。第一个用2手家具，那就减少了垃圾场的这些这个焚烧，减少了能够增加资源回收，减少浪费。第二个又让我们的志工朋友们能够投入，志工朋友都很知道，因为他们2个人住，我们就准备了2个房间。那其他的整个，因为这个老屋蛮大的，如果全部修缮起来是不得了，很大的工程，他就修缮一部分，然后让其他的让他们够住就好。那也经过屋主跟他们母女案主的同意，就修缮那一部分。那这样兼顾实用跟资源节约的这个2大目的，那这个见证了台南市是个有爱的城市。市长所提到的2手家具，就是上任后因为看到弱势民众家中不止住家破旧，就连家具也是不堪使用，因此媒合台南市许多单位，将人堪用的家具送到环保局龙田桥下的空间。经过志工们整理，让2手家具重获新生，也为弱势家庭带来了希望。咱平时的空档对于目光来改做整理，改变成旧的变新的。因为到最后一道，就是你讲咱爱粉刷，所以在油漆工的粉刷。今天邮差工会，有咱吴理事长2位还有新任理事长带领这油漆志工，因都有空档来再改做整理。我看足侪物件经过因的，阮的目光改做调制、改善，我感觉拢真欢喜，会当个再利用。尤其那像新的市长讲的，我们能够把这个垃圾变资源，能够爱的传递，我感觉大家是真好。从第1户到第195户，走了许多年，播下一颗一颗希望家园的种子。最一开始是因为劳工局的职灾劳工个案主动服务计划，在职灾事件发生后，职灾各管员主动关怀访视，连结可用资源提供协助，却在这过程中发现了职灾劳工住在环境很不好的住家里面，破旧漏水，却无力修缮。迄当阵阮是干那发放物资，甲职灾劳工咧，甲送因的物资甲关怀。甲关怀过程中，感觉因的厝真正拢袂，敢毋是人咧住安尼就对啊。路2毛雨真正环境很差。了，阮甲目光才开始咧，甲大台南总共的同局长咧讲，安尼是咱来甲对起厝开始甲修理。等下我咧甲市长讲的时阵，拄仔木工的理事长，伊就讲，无咱有工，咱是毋是要来甲因斗3工修缮？安尼，即摆来甲市长讲，个拢无钱，劳工局嘛无啥物钱，总工会嘛无啥物钱，安尼是要安怎？伊讲无咱来想办法，这2件事情来管钱出来，来甲因斗3工，斗3工的时阵，就是讲收偌济，扣偌济，做偌济。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大台南总工会、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从募款开始，一间一间慢慢修、慢慢做。而就从善化石园阿妈这里开始，赖副总统担任市长期间的一场端午慰问行程，带来了社会善款。修缮志工们的好功夫不只被看见，爱的范围也从职灾劳工扩大到弱势家庭。这么多年来，加入的伙伴也越来越多，加上企业长期赞助，10大团队已成为台南希望家园的最强后盾。头啊是30几个，即摆一直是累积到将近100个，但就分3组，1组30个，真就分做3组，但是阮若有接的 case， 你若像阮日咧做，阮昨简讯发出去，今日报20-30个订啊，所以这志工实际讲，阮真是有爱心啦，真可爱啊，实在。乐在其中的奉献服务，做工行善团从第1间职灾劳工房屋修缮，走到帮弱势民众房屋修缮，爱心种子越来越多。在赖副总统牵线之下，市长黄伟哲率领着志工们走出台南，经验分享，好功夫和爱心遍及高雄、屏东、嘉义、云林等地。
今天跟我们赖副总统一起来高雄，其实是来做一个经验分享。那另外一个部分都是有一句话叫“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因为这个的确是让社会更和谐，让居住正义更加得到彰显，让我们社会安全网能够再补起一个漏网这个破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台南经验不只让大家看到台南这一群有爱心的可爱志工，而市长黄伟哲更时刻想着把这份善念扩及更多市民，不论是职灾劳工、弱势家庭，在台南生根的原住民家庭，都是有钱有听心的处服务的对象，不分你我，让希望家园更温暖、更美好。台南市政府赞！徛起真高，奉请天上诸神前来干叫，同时也招引勇敢高分野鬼前来贡献布施。为伫咧小西门的何义堂，旧历顶届做桥已经有48档，今年将举办基安3条建桥大典，陆续嘛有各友乡前来新村做伙来干桥。民国63年甲寅年，拄下咱的何义堂的座位，咱来启建这个庆城，当时正5条所串的正5条庆城建桥，交配景遍布咱全国各地方，迄个时阵也真闹热。来到这样的时，在民国111年，到咱这个开工7座神书来到这拄60周年一假期，咱的信徒较来演绎讲，无咱搁来启建这个庆城的5条。下着拄咱伫民国1809年，咱来动土修建何义堂，来下土立庙，拄下即个民国，下咱7座神书开工的纪念日，拄来举办今年启建庆城基安3条建桥大典。这次建桥比较较特别是庙方嘛有举办文创市集，结合传统艺境、特色市集，还有老相片展示。何义堂是一个蛮有文化资产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说有何义堂这个地方，更不知道说何义堂除了收金以外，还有其他的文化资产。然后想要借由这次机会，让更多族群的人，不只是喜欢庙会的朋友，让更多族群的年轻朋友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道教的文化是可以深入了解，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建教，为什么要普渡，就借由这次活动，我们都会展示出来，让大家清楚和了解。主事7座神水何义堂已经有200多档的历史，平常时替人收件上出名。11月20号将会迎请天师，22号将会起稿，正式建立桥期。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